3號強風信號仍然生效，熱帶風暴風神移動緩慢，預料今晚會取消。風神掠過本港期間，天氣惡劣，普遍地區錄得超過100毫米雨量，最少有38宗水浸同埋12宗山泥傾瀉，以及40幾宗冧樹報告。譚彩雲報導。風神襲港，到處都橫風橫雨。喺太子嘅大廈外牆，巨型海報幾乎被強風摧毀，回收箱被吹翻，喺尖沙咀樹木被吹到左搖右擺，電燈柱都吹到搖晃。風神嘅風力好強大㗎，有時啲陣風吹埋嚟咧，我哋企都企唔穩㗎，亦都咧將路邊呢啲鐵欄啦吹到冧晒㗎。市民出街有帶遮都好狼狽。要喺街上做直播亦都唔容易。無論喺上環，強烈熱帶風暴風神帶嚟嘅就係呢啲大雨。凌晨開始到定係旺角採訪，一樣感受到風神嘅威力。天文台話，風神正逐漸遠離本港，但天氣仍然唔穩定。被預料咧，初時仍然都會係受到一啲強風程度嘅係西南風所影響啦。咁啊，香港嘅西部地區同埋呢個離岸海域啦，同埋高地咧，初時咧係間中係會吹烈風嘅。咁但係風勢咧係將會逐漸緩和啦。而天色方面咧，將會係間中有雨啦。咁初時嘅時候咧，仍然都會係受到同風神相關嘅雨帶影響啦，係間中係有大雨嘅，同埋有啲狂風雷暴添。天文台喺星期二夜晚10點45分發出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，至朝早11點15分改發3號強風信號。期間先後發出紅色同黃色暴雨警告，部分地區包括赤鱲角同長洲等，風勢持續達到烈風程度。大嶼山嘅雨勢最大。本港多處有棚架倒冧，部分就搖搖欲墜。